变态吧你啊！嘿，你好。哎，我已经看见咱这青年才俊了啊！咱这青年的发型都快赶上那 Michael 了吧？我离这么远都能看见那个满脑袋的那头皮屑呀！还说28岁，这往好了说也得接近40了吧？最重要的是，这长相也忒颠覆了。我隔这么远都能看见那满头的头皮屑。不好意思啊。关键是你这块玉的瑕疵多的有点夸张了，你知道吗？那不知道的还以为是陨石上掉的渣儿呢。关键是你这块玉。不好意思啊。这就是传说中的飞信吧？微信是微信哦，微信，我这次都用。你对诗歌有兴趣吗？感兴趣？哎，我特别喜欢现代诗，特别是那种写现代的不拘一格的那种。哎，我觉得很有意思。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，多希望你能看见现在的我。风霜还未曾来侵蚀，秋雨还未滴落，青涩的季节已离我远去，我已亭亭，不忧也不惧。现在正是最美丽的时刻。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首诗，席慕容的《莲的心事》。这首诗好，用借代的手法描绘了一个少女既羞涩又勇敢的情怀。我也是这么觉得的。我跟你讲，这首诗啊，它好就好在它的那种氛围，欲语还休，欲拒还迎，让人有一种欲罢不能之感。看来我们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！对对对，这首诗啊，它恰到好处地描绘了一个懵懂的少女对男人的那种渴望。这个我还没听出来，您是从哪儿看出来的呢？这首诗的后半段呀，你想啊，这亭亭是那玉亭的亭吧？我已亭亭，不忧也不惧。那接下来干嘛？接下来就是迎接她那最美好的时光。不过我觉得吧，这女孩是不是有点缺乏生理常识？这亭亭这种东西通常都是事后吃的，这事前吃吧，我觉得都没什么用。这不能保证100%管用啊！这我意亭亭不足以表达不忧不惧。我觉得这女人啊，对计生问题还是应该重视。所以我觉得这首诗的，它是不是得改一改？但是怎么改呢？哎，改成我已涕涕，就是那个套套，你懂的。改成这样，它就符合了那个我意亭亭，不忧不惧。哎，你觉得改得怎么样？变态吧你啊！嘿，你这什么意思呀？你当你17、18岁小姑娘呢，跟我这装什么厨啊？我这请吃饭还请出问题来了。给你买套的。啊，不是，薛老师，咱走慢点呗。薛老师，你生他气还是生我气呢？我可什么都没说啊。你现在是不是特解气呀？我好不容易捯饬一番来跟一极品男见面，现在还被他侮辱了，你特得意吧？不是，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呢？你都这么想了，为什么我不能这么说呀？我没有啊。你劲儿有。不是，薛老师，咱坐下来慢慢说好不好？走开。薛晶晶，
那诗我也会背，不就是那个莲的心事吗？我已亭亭，不忧也不惧。现在，正是我最美丽的时刻。重门却已深锁，在芳芳的笑意之后，谁人知我莲的心事？无缘的你啊，不是来得太早，就是太迟。你怎么也会背这首诗？薛老师，虽然我呢不是什么青年才俊，但是眼巴前的诗呢，我还是会背几首的。太讽刺了。讽刺？你也知道讽刺啊？那我拜托你以后，就别再轻信媒婆的话，满世界出来相亲好不好？你要知道，这莲的心事不是谁都能懂的。最起码，你不能把这么清新典雅的愿望，寄托在这么俗不可耐的相亲上面吧？那你什么意思啊？你就是那超凡脱俗的人是吧？我可没这么说。手里的什么东西啊？没什么。这都能搜到，你背的还真快哈。我这不是现学现卖，学以致用。我说你大白天出来捣什么乱呢？是，我错了。是什么事啊？我就没见过你这么死皮赖脸的。是我打小脸皮就厚嘛。习先生的名字你都能说错，小学语文数学老师教的吧？是，不是，体育老师教的。请我吃饭。好嘞。好的，谭总。我知道了。谭总说他明天要再跟辉煌公司的谢总再谈一次。就是欠钱的那个。对，如果他们要是再耍赖的话，我们就要走司法程序了。这种人真是没有商业道德。这个你拿着。这是什么？这个是给对方当时转账的一张收据复印件。如果他们要是不承认的话，这个就是我们的证据。谭主任，你先收着。如果他们明天谈崩的话，这个就有用处了。好的，明天一定要记得带。放心吧。吃饭去呗，我知道这家特别好吃的云吞面。不要，我请你吃大排档吧。大排档？行，那走呗。我挑定。啊？
哎，陈雅。来。其实我没来过这种地方吃饭。那干嘛带我来呀？我就想感受一下这种露天的、没有遮拦的感觉。这话听着有点意思。来，我找不着工作都是我的问题，不赖你。不过你为我做的一切，全都看在眼里。谢谢，我干了。太煽情了吧，有点肉麻了啊。哇，这要搁以前啊，我一定请你去经贸88层吃海鲜大餐。但今天我认怂，能力有限，只能请你吃路边摊。可是路边摊其实有时候挺好的哈，挺好吃。我爸原来老是带我去吃海鲜大餐，我都不知道原来路边摊还可以这么好吃呢。哎，你慢点喝，那个没吃东西，一会儿该上头了。嗯。哦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今天特别想喝酒。啊，那我就陪你喝啊。怎么就这么没有能力呢？我怎么就找不着工作呢？你说原来全世界的人都围着我转，说我好，现在我爸企业破产了，都绕着我走，失业，有种被全世界抛弃的感觉哈。我跟你一样，也有同感。当初我跟我爸关系好的时候啊，所有人都拿我当公子看。后来我跟我爸关系不好的时候呢，也有你说的这种情况。但是我最不能理解就是我那小妈，哎，财产真那么重要吗？啊，怎么就不能靠自己的努力呢？你不懂，男人和女人之间看问题的方法不一样。但是我今天知道了。全世界的人都对我不好，但有一个人对我特别好。谁呀？你，天乐，真心对我好，我还再敬你一杯。我干！哎，别！哎，我陪你。我就不明白了，我错哪儿了呀？难道没有一个有钱的老爸，我就什么价值都没有了吗？啊，我都不知道我怎么去融入社会，我都不知道我怎么去改进自己，怎么弄啊？啊？哎，我觉着你啊，现在挺好的。我觉着你呢，开悟了。真是，怎么讲呢？我有点上头了啊！我直说了啊。以前的梅兰妮呢，不食人间烟火，整个世界里都是阳春白雪的感觉，缺营养，病态。现在的梅兰妮不一样了啊，不再那么娇气，不再那么脆弱了，甚至懂得，即便是大排档。也有它独特的味道。当你把自己放下身段看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有很多你用心都感受不到的美，就有一种那种第二次生命的感觉。怎么搞的呀？一个路边摊都说出这么多大道理。来，为了重生。
干！哎，就好比这酒杯啊，当你倒满酒的时候，人们会说它是一杯酒；当你倒满水的时候，别人会说它是一杯水。可当只有它放空的时候，别人才会说它是一个酒杯，也可以被欣赏。但是我告诉你，你就是你，有钱也好，没钱也罢，梅兰妮就是梅兰妮，你都没有改变过，所以你要坚持你自己，不能放弃，行不行？行，行，抽你这句话。还能不能喝呀？喂，能不能喝了？来，你倒点，倒点，干了啊！你拍照片呢？拍照片？自拍一个，留个纪念。还留纪念啊？来，留个纪念。来。来，我看看。哎，这不行了吧？我帮你叫援兵过来啊！喂，梁少宇，你稍等啊，别挂啊，别挂。你以为就你有援兵啊？我也有。喂，依然，别挂啊，别挂。老板，你帮我跟他们俩说一下，我们在哪儿？天乐，快醒醒！梅兰妮，天乐，回家再睡。梅兰妮，天乐，看到了吗？我最好的哥们儿，也就是你的男朋友，把我女朋友灌多了。看起来像是你的女朋友很能喝，把我的男朋友灌醉了。
也只有林天乐这么善良、这么单纯的男人会相信你，被你迷惑。谭总，您说什么呢？我说你接近林天乐有目的，什么目的？说吧。怎么不说话？不敢啊？我告诉你，只要有我在林天乐的身边，你休想打他的主意。我不会让你计划得逞，明白了？哎呀，你别弄我，我又没有罪。我知道这个是我家嘛，这是我家。你，林天乐，我梅兰妮。哎呀，你知不知道？你知道，你是我见过怂的，我见过怂的，但我没见过你这么怂的。我原来你不敢追我，我能理解。可是我现在都这样了，你怎么还不敢追我？你真的是怂爆了。我知道你喜欢我，我今天都听到你的心跳了，扑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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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没有？有木有？有木有？我要郑重其事的跟你说一件事。等我一下。微笑，你站好呀！等一下，马上就好。我很认真。马上。非常重要的事情，干嘛拍我呀？好了，说吧。我又不是明星，你拍我干什么呀？我这人，哎呦，你知道我比较会隐藏自己的感情，但我知道你是真的对我好，我跟你在一起就特别高兴。见不到你的时候，我又特别想你。我又想跟你吵架，我要惹你生气，因为我知道你一定会来找我的。好啦，哎呀，不拍了，我认输了，不行吗？我认输了。好了，我等不到你跟我表白，等不到。我来说，我喜欢你。想吐是吧？你别去。只有天乐这么善良单纯的男人才会相信你，被你迷住。我告诉你，只要我在天乐身边，你就别打他的主意。我不会让你的计划得逞。你不可能嫁到我们家，他马上就要结婚了。对不起，天乐，我要拿回属于我自己的东西。没事，你走吧。走，走呀，这是我家。这里是我家。我从小就在这里长大，
想我妈，想我妈给我做的那个紫菜包饭，特别好吃。还有就是我在国外上学的时候，我爸爸无论他多累多晚，他都会给我视频通话。真的，什么事情我都可以跟他说，什么困难他都能替我解决，都替我解决。我想我爸爸妈，我要我爸爸妈妈，我要他们，我要我爸爸，你看他不要，什么都不要，我要我爸爸，我要我爸爸，你走。我知道。你要干嘛？你要你爸爸？你爸爸不要你了是吗？他们比谁都想你，比谁都担心你。20年了，你干什么？什么挫折都没受过，一直活在他们给你制造的真空玻璃罩里面。你会什么？什么都不会。哭有什么用？我说你哭有什么用？就因为这样，你要这样脆弱下去，连尊严都不要了是吗？告诉我，我能怎么办？什么都不会啊！我什么都不会，我也想自立，可我怎么办呢？这几天我去找工作，我才真正知道了。什么叫做我的那些骄傲、自负、自信全被击垮了？我全都被击垮了！什么都不会，你要我怎么办？你要我怎么办？我要我爸妈，你放开我不行吗？看着我！我不要！睡觉。天乐啊，林天乐，奶奶来了也不欢迎欢迎。嗨，这臭孩子，天乐啊，干嘛去了这是？还没起床呢。天乐，天乐。林天乐，是奶奶吗？我是依然。哦，是依然啊。天乐呢？他怎么不在屋啊？哎，天乐。
醒醒！哎，哎呦，孩子，你醒醒啊！醒了，干什么呀，奶奶？你都干什么了？那干啥了，奶奶？哎，你看你睡哪儿呢？你呀，睡到人家依然房间里了。我怎么睡依然房间了？啊，你想想，你昨天晚上干什么了？我昨晚喝多了我。哎呀，你再想想，喝多了怎么就到这儿来了呢？是我喝多了我喝多了，我哪想得起来我到这儿来了我。好好想想，喝多了怎么就睡到这儿来了？之后又怎么了？啊？不是我哪知道怎么了？我那谁那依然呢？他在洗澡啊。哎呦喂！我这是什么情况啊？这是？别急，孩子，别急。我不急。我去问问依然。问别急啊，等着我啊。哎呦，我得出去。喂，你醒了？哎，这是昨天晚上什么情况啊？你昨晚忘了？你昨晚可过分了。什么叫可过分了啊？反正就是很过分。不是，咱俩别跟这猜谜语了，行吗？你就说怎么过分了。喂，嘿。依然，奶奶有话要问问你。怎么了，奶奶？天乐，昨天晚上没怎么找你吧？昨天晚上我们挺好的。挺好的？这挺好的是怎么个好法啊？天乐没欺负你吧？他昨天晚上就喝多了就跑我这屋来了。那他还是欺负你了？没关系的，奶奶，我不怪他。这，哎呦，人呢？这儿呢。哎呦，你这孩子哦，真是的，你太不像话了。干嘛呀你？还干嘛？人家依然都承认了，你怎么还不承认呢？不是，承认什么了？承认？依然说，你昨天晚上喝醉酒了，醉得一塌糊涂的，迷迷糊糊的上了人家的床，你呀，干了混事儿了。哎呦，我干混事儿了吗？
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？这了我这么着啊，您先回去吧，这事我来处理，您夹中间我没法弄这事儿，好吧？那你叫我怎么给依然交代呢？不用跟他交代，您直接走就行了啊。那我怎么能不管？哎，可以，行，听我说，你回去听我的啊，听我的，回去，直接走就行了啊。嘘，走吧，直接走，别打招呼啊。依然，要上班去呀？那奶奶买了些水果，别忘了吃啊。哎，好，我走了啊。奶奶再见。再见。你再睡会儿吧，我上班去了。你做的？话真多，赶快吃就是了。哎呦，挺细心嘛，啊，没看出来呀。我这醉了一次，也给了你表现人品的好机会，不错，加分。哎，那个昨晚上我没干什么吧？啊？我没说什么吧？这该说的反正全都说了，不该说的呢，也全都说了。我说什么了？你先是抱着我不放，然后呢就扑到我怀里，痛哭流涕，撕心裂肺，那场面真是惨不忍睹。哼，不可能，这完全不是我性格，不可能。不光如此，还一直念叨着一个男人的名字。听错了，你绝听错了。嘿，哎，你干嘛呀？你有意思吗？是你吧？是你吧？啊？是不是我又怎么样呢？行，我心里有他，他心里没我，他有女朋友，行了吧？话也不用这么说。再说了，你怎么知道他心里没你啊？昨天我去接你的时候，你们两个喝醉了，然后靠在那儿，我就觉得那画面呢，看着特别的和谐，浪漫至极。另外，你是不是不大清楚一个男人喜欢女人时候的状态啊？那我给你举例说明啊。比如说，有的男人呢，他虽然很忙，但是他会拿出很多的时间去陪这个女人工作。
又或者呢，他其实已经成熟了，但是会和这个女孩子做很多幼稚的事情。你说我就不用再说了吧？这么多事情摆在这儿，你还说天乐心里面没有你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昨天晚上你不一直在念叨吗？我说过了。我说吧，你就应该直接跑到天乐面前，把昨天晚上把我当成天乐的勇气呢，全都拿出来，告诉他我喜欢你，甚至说我爱你，直接表白不就成了吗？难不成你还要放弃这份爱情，看着天乐就娶了别的女人，跟别的女人幸福快乐的去过下半辈子？那我怎么办呀？我是女孩子，总不能让我主动吧？多不好意思。那要不然呢？我跟你说，有些事儿呢，该下手的时候呢，就快点下手，要不然的话，这真爱一旦错过的话，下半辈子可能没了。说就说，谁怕谁啊？对，我现在就去。薛老师今儿调课，白跑一趟。白跑一趟我也乐意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我觉得这事儿啊，我得坚持，我一定要把它搞定。哎，你跟薛老师发展到一什么程度了？他上我车了，还搂我腰了，就没别的念头？我也没想有进一步的念头啊。哎，我问你啊，你说这爱情和友谊有什么区别？我觉着爱情吧是专一的，只能单向发展。友情就不一定了，它可以单向发展，也可以双向发展，还能多向发展呢。你看，就像你、我、爱宝这样，咱仨是男的，我就说这意思嘛。哎，那话怎么说来着？友谊是发生在白天，而爱情是发生在晚上。哎，我提醒你啊，你是带着任务去的，你不能发展到晚上。我知道，知道。哎，你说这万一发展到了晚上，你应该怎么办呀？那得负责任呗。我觉得既然两个人能到这个层面，那双方都有责任。就是说得奔着结婚去了呗。反正这事儿要搁我身上发展到晚上，那我就奔着结婚去了。哎，不是，你怎么突然问我这个呀？怎么了？人渣。哥，我今儿没招你吧？啊不，我不是说你，我是说，我谁也没说。明白了，我出去透透气，你忙你的。谭总，谢总的借据都准备好了？都检查过了，没有问题。千万不能出错。我知道。走吧。我觉得我们不必再纠结什么前因后果，因为说太多没有任何意义。不是我纠结，是你们公司一直在纠结。我什么时候借过你们的钱？完全没有印象。谭总，生意不是这么谈吧？会不会是贵公司的资金往来比较频繁，你忘记了呢？谭总，不能血口喷人吧？
这个我回头叫财务查一下。这钱是你们借的吧？上面的字也是你亲自签的，所以谢总，你没有资格来教我怎么谈生意。1周之内我要收到我的钱。我还有事，告辞。这都半天了，哥。哥，啊，你是傻了还是汽车撞上脑子了？咱半天没说话了都。哎 ，Hello， 喝水吗今儿？不用了，谢谢。哦，那我去办点事儿去，你俩先聊着。昨晚睡得还好？啊，还好。哦，还好就好。昨晚我想了一夜，我觉得有些话如果我不说的话，我会后悔一辈子。不是那什么，我好像落了什么东西，我去后面找一下啊。天乐。在今天以前，我以为这些话我这辈子都不可能说。说吧。我喜欢你。我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，可能是我无家可归的时候，你让少宇收留我；可能是我生病的时候，你过来给我送粥。我真的喜欢你。那什么，你别冲动。我没有冲动。喜欢一个人的感觉我知道，特别希望他好，会以他的喜怒哀乐为自己的喜怒哀乐，每天都想和他待在一块儿，跟他一块儿吃饭聊天，看他笑。讨厌他不跟我联系，讨厌他看别的女孩，甚至是60岁以上的大妈，我都会不高兴。天乐，我真的喜欢你。我吧，你可能误会了，我们俩之前的友谊你当成了感情，其实我不喜欢你。那个，你的意思就是说，你之前一直只是把我当普通朋友吗？天乐，你是一个成年人，你要为自己说的话负责任啊。负责。那行，那个，对不起啊，今天的事儿你就当没有发生过吧。那个，我还有事儿，那你忙，我先走了。
爱宝，前台那个设计图呢？桌上。哦，对了，晚上小徐过生日一块儿吃饭呗。不是你怎么了呀？没事吧？嘘。说。行。找到了，在桌子底下柜子缝旁边，可能是我下班收拾东西的时候不小心掉下去了。没事儿，我以前也经常马马虎虎的。对不起，谭总，这次是我的失误，我下次注意吧。还有事儿吗？没事的话去工作。谢谢谭总。天乐，天乐，倒满啊，倒满，倒满。来吧。随意随意。这酒是个好东西。酒啊，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我觉得是好东西，起码它能暂时让你忘了不开心的事儿。你跟夏丹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我靠，你不会酒后一步到位了吧？什么一次到位啊？我是那种人吗？我就喝再多酒，我干不出那事儿啊。你看那但凡酒后乱性的，那有一个是好人吗？那都是酒后借着酒劲儿发兽性的在那儿。啊！我跟你说，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。你什么时候见过我瞎牵姑娘的手？没有吧？我好不容易遇上一个一见钟情的，我还不得好好珍惜？再说，人家夏丹到现在也没答应过我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你连手都没碰过？我和他之间的这个距离吧，一直就在50到150厘米之间。哎呀，不说我了，你呢？跟依然怎么样？啊？我们挺好的，没什么呀。我说你们俩孤男寡女共处一室这么长时间了，这故事就没点进展？哎，你别瞎说啊！我们那隔着一堵墙呢，什么叫孤男寡女共处一室啊？哎，不过你说到这儿啊，我打个比方啊，我就是举个例子啊，就是如果真的是那像你说的孤男寡女共处一室的，真要是有点什么事儿，这应该怎么办？有点什么事儿？负责呀，那必须得负责呀。我们是什么人？我们是好男人，好男人就要对自己做过的事负责任。
我不喜欢你。扎在我心里最重的位置，也许这就是你想要的方式。忘掉所有的故事，要你在我心中突然消失，也许这不是那么容易的事。我的痛却不是一下子，我努力做你想要的样子，我尽力了却又把自己找回来，每次我是最后一个傻子，不懂事，渐渐找不到了熟悉的坚持，真心来得太迟，花心偷走日子，属于我们最幸福的事。我要给你唱首歌。我们都输给了寻常的日子，浪漫磨成理智，爱变得不真实，因为爱本来就没有万无一失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你别烦我。都怪你，出什么馊主意啊！害得我今天去跟人告白，哎，丢死人了！这么说，田乐是拒绝你了？比拒绝还丢人。意思就是说我自作多情，人根本就没往那方面想，都是因为听了你那话，我傻乎乎的还跑去告白，告什么白呀？丢人！我以后怎么混呢？丢人！天乐真这么说的？骗你我有意思呀？哑巴？意思大哥，我求你了，我现在真听不了这俩字儿。不是，哎，这夏丹怎么可能是哑巴呢？不是真的假的？他不会说话。我拿这事跟你开什么玩笑啊？哟，那你怎么办呀？我哪知道怎么办？你说我该怎么办？我要知道你这事怎么办，我就知道我那事怎么办了。你说什么呢？这都是人生的一次抉择。那绝对是重大的抉择。可是你说怎么就让我给遇上？不光是遇上，结局还是你意想不到的，而且结局更改不了。这事儿啊，一旦处理不好，对对方都是巨大的伤害。问题就在这儿啊！你说我跟人夏丹都表白到那种程度了，我要因为这事儿怂了，人是不是得说我人面兽心？没错，而且还得万人唾弃，而且还得接受自己良心上无尽的谴责。那你说怎么办呀？嗨，这逃避总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吧？你说这要是爷们儿，遇上这事儿了，是不是就得负责任啊？没错，不会说话怎么了？不会说话就不能爱了吗？对，负责任，一定要负责任。来，为了责任，干一杯。街灯待在角落，陪着我们沉默。是谁还留在我世界里面静默？
我们都没有再说，都没有提醒谁该先走。当我记起我还在牵着你的手，只怪留给回忆太多，我却没剩什么。痛怎么能够敷衍的一笔带过？我们都保持沉默，宽容的结果却很难过。忘记了现在的我，该要放手。第一次我会那么难过，肩并肩走，没有牵你的手。当初你说一辈子会陪着我，让我败给了你。但凡是酒后乱性的人，那有一个好人吗？那得负责任啊，那必须得负责任。我喜欢你，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。我真的喜欢你。好男人就要对自己做过的事负责任。但是你却说了，他怀抱是多么暖和，是不是忘了我，你会更快乐？是不是忘了我，你会更快乐？哎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今天是因为美兰你来的。那天晚上她回去之后就一直在哭，你知道吧？你把她拒绝了。你帮我开导开导她。你很可笑，你特别可笑。你让我劝她什么？你让我告诉她，你信以为真的爱情就是一个自欺欺人的泡沫，是吗？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就是觉得我们俩不合适。不合适？怎么就不合适了？你不喜欢他？你不是一直挂嘴边上说她是你女朋友吗？你跟我扯这个干嘛？林天乐，美兰，你是不是我女朋友？咱们心照不宣，彼此都有数。你告诉我，你不和她在一起，是因为她不好？她挺好的。好就在一起啊！见到你，特别高兴。见不到你的时候，我又特别。他把我当成你，又哭又闹。